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中意電商助理莊東章。如果對呢啲類品有興趣，就歡迎邊下低撳翻頭像側邊嘅 WhatsApp 或電話掣直接查詢啦。今日大家介紹嘅係盈海二期一個中層3房1套嘅海景單位，實用面積有795尺。我一齊睇呢個單位啊！從單位大門入嚟之後呢，一個相當闊落嘅玄關位置，旁邊呢放咗個曲尺型嘅鞋櫃、儲物櫃，增加收納空間。行前2步就會見到個直身型設計嘅客飯廳，客飯廳都相當寬敞，長度達到25尺，闊度達到9尺半。客廳有大面積嘅玻璃窗，採光度相當充足。大門嘅左手邊就係浴室位置，浴室都係以原裝膠樓配備，設有大型鏡櫃、浴室櫃。旁邊保留一個旗杆位置，簡潔實用。睇睇飯廳嘅部分，飯廳闊度同樣達到9尺半，左手邊牆身就長達10尺半。平時放張大餐台，6、7個人食飯都相當夠用。右手邊仲可以放啲儲物櫃，增加收納空間。飯廳嘅旁邊就係廚房位置，廚房有一組 U 型嘅大型櫥櫃，有擺放雪櫃、洗衣機、焗爐等等位置。亦有充足嘅儲物空間同煮食平台。廚房旁邊就連接住一個工人房，配備冷氣。工人廁就拆走咗，做咗個儲物位置。跟住睇睇客廳部分，闊度同樣達到9尺半，左手邊牆身就長達11尺半，可以放張5、6人特大梳化。右手邊牆身亦長達8尺半，可以放個大型嘅電視櫃。食物櫃，我出露台睇睇外邊景觀。單位嘅露台望出嚟，可以望到船灣淡水湖、整個海星灣以及赤門海峽方向嘅一大廣闊山景海景，景觀非常開揚。呢邊坐向就向東北嘅。睇睇睡房部分，第一間睡房設計都好方正，做咗上下架床。有個窗台位置，望出嚟景觀係以西貢方向嘅山景以及少少海星灣嘅海景為主。呢邊坐向就向東南嘅。跟住睇睇第二間客房，客房相對會大少少，亦非常方正，做咗啲地台嘅儲物櫃，旁邊做咗書台。有個曲尺型窗，望出嚟同客廳相同，都係以船灣淡水湖、赤門海峽、海星灣嘅廣闊山景海景為主，坐向都係東北嘅。側邊亦都連接住一個工作平台，可以大開通風。最後我哋睇埋主人房，入門嘅左手邊就係主人浴室部分，都係以原裝嘅膠樓配備，設有大型鏡櫃。配備浴室寶以及浴缸位置，簡潔實用。主人房部分係以長方形設計，長度達到12尺，闊度亦有8尺半，做咗啲地台櫃、到頂嘅大型衣櫃。放完大床可以3邊落床，旁邊有足夠空間放張工作台。主人房望出嚟嘅景觀，亦都係以八仙嶺、船灣淡水湖以及海星灣嘅山景海景為主，坐向都係東北嘅。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就喺影片下低撳翻頭像側邊 WhatsApp 或電話掣，即時直接查詢啦。Thank you。